8mm 嘅。我拍片啊！咁咧，嗱係呢種綁法啊，呢種叫 Mountaineer Coil 呢種攀山者嘅收繩法，收到咁樣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幫助到你去移動一個傷者嘅，將呢一紮嘢變成好似一隻蝴蝶咁樣 ，OK， 一隻蝴蝶咁嘅樣。咁啊，原則上就好，嚟呢邊。好，我呢邊孭晒，打橫，你呢邊係啦孭晒，中間呢度，唔好意思啊，俾人望一望。中間呢度係咪有個裂？係咪有個好似 sit 座位咁樣嘅位置？邊個坐咧？完全可以俾個傷者可以坐喺呢一度，將佢運送去短程嘅移動，尤其是如果呢一個傷者唔係咁大隻，係再大隻啲嘅話，咁啊，即係呢啲架撐就真係需要啦。OK， 好嘛？嗱咁首先我諗咧，踎低。